后来，这个翠暗是名字2.0，开放予民众会当伫网络顶买翠暗，早起8点开始来做闻到第2批的翠暗。做闻的流程无改变，但是机程缩短，就是要予民众会当较紧来摕到翠暗咧。第1批落订的翠暗，明仔载就会当到超商去领，一直领到4月初1为止。超商讲，明仔早起10点了后，翠暗就会陆续到货。也毋过每一间店到货的时间，会因为物流作业有一寡时间差哦。接落来，咱就来了解明仔载到超商要安怎领翠暗。无想要排队，就用网络订买。第1波网络预订翠暗，2日开始会当到超商出货。在超商机台呢，输入购买序号以及身份证末4码之后，你会拿到这一张小白单。接着呢，把这张小白单拿给店员之后，你就可以拿到口罩。小姐你好，这是你的口罩。超商领翠暗流程真简单，但唔通伤早来领。第1波的这个实名制2.0的这个领口罩的时间是在明天的这26号的早上10点。那因为到物流的关系，到店的时间是不一的。无看到第1波网络预订，第2波也会使买。翠暗第2轮的预订，对25早是8点到27暗是8点，拢会使买。预订时间缩短做3天，要订卡手就爱紧。等待时间嘛对2礼拜，缩短做1礼拜。4月初2开始到4月初8，就会当到超商领取翠暗。部分的超商嘛，甲原本领翠暗，加比买1送1的优惠，搁加码，希望互民众会当愿意透过超商通路领翠暗。